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恒大也有了新消息主要是恒大物业。9月11日晚间，恒大物业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接到中国恒大集团等控股股东清盘人发出的接洽函，即清盘人一直在寻求出售恒大物业股份，目前潜在交易处于初步阶段，签订了保密协议，且从部分意向方收到了不具约束力的指示性邀约。就什么意思就是已经这个中国恒大它的清盘人要把中国恒大持有的恒大物业的这个股份要给它变卖掉，要收回资金作为财产要分配那现在就是这部分股份已经找到了意向买家甚至有意向买家已经发出了指示性的邀约，也就是说双方恐怕要洽谈了。所以这个恒大物业停牌，好像今天恒大物业就涨了30%吧，应声而涨。大股东换了嘛？有传言说这个大股东也可能换成央企，你比如说华润集团，还什么中海等等，这都是传言对恒大物业来说如果他摆脱了中国恒大，那对他来说确实也是个好事，是个新生但是呢，这个他换一个，无论是什么哪个企业做他的大股东即便是央企，也只是说未来这个恒大物业会比他现在也好一点，也就是他不受这个中国恒大的拖累，对吧？这个财务该洗澡的洗澡，该提坏账的提坏账，这跟中国恒大之间那个什么各种关联交易还有这个中国恒大的这个侵占的资金恐怕就一风吹了。但是作为物业公司，如果他换了大股东，那恐怕以后他就不叫恒大物业了，他以后的名字也得换。但是他不管怎么换他是个物管公司所以物业公司有什么前景呢？物业公司没什么前景，无非就是稳定所以这个消息也不值得去炒作作为中国恒大资本运作平台，一个是恒大物业，一个是恒大汽车。那这么说就是恒大物业已经名花有主，能够卖掉了，这个恒大汽车恐怕就砸手上了，卖不掉，处理不了，因为它不值钱。这个乐居财经研究院推出2025年上半年内房股营收榜显示，2025年上半年83家房企实现总营业收入8840亿元，平均营收106亿元。83家上市房企上半年平均营收是106亿，比2024年上半年呢减少22%，就2024年本来就很惨了，在2024年基础上还下降22%，也就是你房子卖不动一切的根源都是房子卖不动，所以这房企是越来越难受83家房企中有58家2024年营收下滑，占比近70%，降幅超过50%的达到26家。营收规模100亿及以上级别的房企中，仅6家保持正增长，分别是保利置业、越秀地产、龙湖集团、华润置地、中国经贸和建发国际。但是这个都是上半年1到6月的，7月8月恐怕这些都在下降。83家房企的整体情况来看，上半年陷入较大额度亏损的内房这个开发商不在少数，59家房企在上半年合计录得1450亿元的亏损，这个是83家上市房企的成绩单。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感觉这个化债，感觉这个资产处置，感觉这个旧房企旧楼市越旧，这个万达好像越惨，万科好像也是越惨，对吧？还要大股东借钱，越旧暴雷的房企越多，这就是主要原因，就是房子卖不动。房子卖不动导致什么呢？导致房子的库存就增加。根据统计数据目前咱们楼市库存接近8亿平方米，已达到2016年前的峰值，且再创新高。就是咱们现在卖房子卖到现在咱们的库存居然达到新高，比2016年还要高。但是这一次我们面临的情况比2016年完全不同，因为老百姓的负债率上去了。当年仅靠涨价就能引发民众抢购，如今城镇化率接近70%，居民负债率超过60%，也就是加杠杆实在是加不动了。现在是银行对吧？金融机构担心这些业主断供断贷，担心断供潮出现，所以你这个情况下还要人加杠杆，显然不切实际。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1到2月商品房待售面积达7.98亿平方米，比2016年巅峰期还多出6000万平方米。当然这个还只是待售数据如果再算上那些还没盖好的房子，烂尾楼不算的还有那个空置的，把这些算作广义库存，你把这些都算上，那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能分到2套房，也就是不可否认房子已经过剩。这过剩造成的结局是什么呢？实际上
这个自从恒大暴雷以来啊，中国主要城市房价这个累计跌幅啊，也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为什么说超过我们想象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想买房的时候，就是韭菜啊，刚需房，等他跑到售楼处啊，他一打听的时候，他发现房价没怎么降，就感觉房价还是那么高，但实际上啊，房价已经降了不少了。本轮跌幅啊，一线城市很多都跌幅在40%，远超想象。这个我记得在以前咱们节目介绍了啊，这跌幅最小的还是成都跌了不到20%，是本轮房地产调整，成都的跌幅是最小的，不到20%。上海呢跌了20%多一点，21%还是多少？跌的最狠的是武汉，已经跌了53%，关键还没见底啊。宁波是48%，接近腰斩啊，连北京啊都跌了30%多，40%左右。北京的房价高点是出现在2017年，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北京、上海、深圳全面放开限购，就是不限购了，认为这样啊楼市能够回暖，能稳住。这个显然啊也是不切实际。以广州为例啊，广州从去年9月份开始吧，广州就全面放开限购，而且还放开落户，对吧？你在广州买房你就可以落户，但是广州的楼市啊好像也没稳住啊。所以说稳住楼市不光跟那个房地产政策，对吧？就跟你限购政策有关系，还是跟经济有关。也就是说，以广州为例啊，都是一线城市，你广州能为居民能带来什么？能提供什么？要么是提供就业，在广州找工作好找，对吧？大家一毕业就跑到广州找工作，那你那个房价肯定能稳。要么就是提供什么呢？医疗。要么提供教育，对吧？你那个地方教育好，然后你不限购，那这个恐怕啊对房价稳住有帮助。那你的就业好跟经济就有关系，如果你的经济发展更快，那你的提供就业就好，你的工资也高，对吧？这个收入也高。所以你要这么看的话，广州它都不具备。广州的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对吧？消费力明显减弱。我记得不光广州，整个广东好像 GDP 增速都已经拖后腿了。所以说啊，深圳现在它部分放开限购，对吧？它还有2个核心区没放开，其他地方已经放开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深圳的楼市能稳住？我看够呛，就也得按照广州这个方法去分析，就是深圳的经济现在怎么样？深圳的找工作是不是好找？年轻人一去，对吧，就不愿意离开。如果现在在深圳的这些人啊，都想着办法要撤退，对吧？回湖南、回安徽、回东北。在深圳一失业就找不到工作，那你这个放开没有用。深圳的教育、深圳的医疗，实际上跟深圳的这个经济发展地位好像不匹配。也就是深圳的经济是一线啊，对吧？城市也是一线，但是它的教育和医疗反正称不上一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这个深圳的房价波动也比较大，说明这个在深圳炒房的人还是炒家比较多。去年啊。这个9月底啊，929新政，那深圳那个房价二手房似乎涨了一波，新房也涨了，因为这炒房的认为机会来了嘛，这价格见风就涨。我记得当时我说过吧，如果你手上有房子要卖，赶紧抓紧时间，趁人家愿意问、愿意买，卖给人家，不要加价，不要老想着还坐地起价，人家愿意买赶紧卖，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就是去年这个时候。我今天在网上看到啊，有人贴出深圳啊华润城有一套150平的房子，他以前是挂2000万，一直卖不掉。结果啊，929新政就是去年新政一出，他立马连夜给它涨到2880万，一下就涨了800多万。这之后也有人来看房啊，但是双方博弈啊，折腾了半年多。今年6月份以1850万的价格卖出，对吧？它本来挂牌价2000万，最后啊半年以后啊，也就是今年6月份呢，还是以1850万价格卖掉了。你也可以不卖，对吧？你不卖，那你就砸在手上，长了个寂寞。这个反映了炒房人的心态啊，很多炒房人还看不清形势，还想赚一把。现在啊，真能掏钱去买房的，对吧？这本来人就非常少，可遇不可求啊。所以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一个自媒体写的叫“卖不掉的房子，楼市寒冬里的置换困局”。就是不是有很多人要置换嘛，小房子想换成大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的条件和环境，但他前提是要把小房子卖掉啊，要不然他钱不够啊。结果他小房子卖不掉，导致他也没办法买大房子。他这文章说啊，他说手中的房子挂牌半年，看房者来来去去，却始终无人接手，价格一降再降，已经低于同小区同类房型，依然难以变现。这不是个例，而是当下楼市中众多业主面临的真实现状。卖房子难，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他那房子挂了1年多了都没卖掉，价格好商量，也不能说无人问津，反正去问了之后，对吧？看完房这个差距特别大，对吧？你想卖800万，人家只想出500万，就这么一个概念。曾经房子是财富的象征，是稳赚不赔的投资，如今它却成了许多家庭手中流动性最差的资产。突然之间啊，一夜之间，房地产的流动性就没了，对吧？不要说啊什么2线城市了，就连这个上海
是不是啊？外环外的房子卖不动，新房子卖不动，这个豪宅对吧？二手豪宅卖不动，价格一降再降，连王思聪那个豪宅都砸在手上，降价都卖不掉，就是一下没了流动性嘛。想要卖旧买新的置换计划，在第一步就卡了壳。为何曾经一房难求的市场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个是供求关系根本性转变。过去2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迅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产生了巨大的住房需求，开发商拼命建楼，投资者疯狂购房。房价节节攀升，形成了一种似乎永不落幕的繁荣景象。然而今天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该有房的家庭大多已经有了住房，甚至不少家庭拥有多套房产。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年轻人口数量减少，新增购房需求明显减弱。相反，看到房价上涨预期消失，投资者纷纷想要套现离场，挂牌量激增，市场彻底转变为买方市场。炒房的人啊，我奉劝一句，就是你一定要想着，你买这房子10万1平米，那你打算多少钱卖呢？15万1平米卖，那你觉得谁能接得起15万1平米的房子？就这个人群在哪？短时间能不能培育出来，对吧？就是你要炒房一定要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你这房子以后你要加50%，卖给谁啊？那人在哪里啊？他在哪个行业啊？对吧？你不要找理由啊，什么放水了，对吧？300万亿的这个天量货币啊，又是这个政策，又是那个政策，又是美国降息，一大堆的啊！不要扯这些，你就想买你房子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加50%的价格？买卖双方的心理拉锯战，市场转变的同时，买卖双方的心理预期也出现了巨大鸿沟。卖家往往参照去年甚至前年的成交价来定价，难以接受资产缩水现实。我这房子买的时候花了300万，现在凭什么只能卖250万？哎，对呀，就这意思啊，有的甚至还200万呢。这是许多业主的内心独白。这每一次降价都是心理上的巨大煎熬，买家却持完全不同心态，看着房价阴跌的趋势，购房者普遍抱有再等等可能更便宜的心理，双方价格预期差距太大，难以达成成交，市场陷入僵持状态。对吧？我刚才说了，就现在还有钱想买房、能买房的人本来就少，属于优质韭菜，对吧？属于稀缺资源。我相信啊，现在说买房、炒房、准备投资的人少之又少。现在买房的真的是刚需，对吧？是没办法，要结婚、要生孩子、孩子要上学等等，是他没招，都是被迫啊。真正说我借钱买房投资这种恐怕现在非常少。购房门槛实际提高，他说虽然房价表面上有小幅回调，但购房的实际门槛却不降反升。银行对二手房贷款审批更加谨慎，评估价往往低于实际成交价，这意味着购房者需要准备更多的首付，超出了许多人预期和能力。同时，贷款利率优惠不在，月供压力增加，进一步削弱购房能力。另一方面，开发商为了促销新房，推出各种优惠措施，直接打折、送车位、送装修，甚至承诺包租，加上新房首付比例和贷款条件往往更优越，许多购房者自然流向新房市场，进一步挤压了二手房存在空间生存空间。实际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老说的第4代住宅，或者叫使用面积、得房率。对吧？你看开发商现在的新房的得房率都是超过100%、2%、150%、120%，而老房子对吧？你买的100平，实际使用面积或者叫套内面积只有70、75，那你说同样的价格下，你这二手房还卖得掉吗？所以二手房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挤压。房地产观念的彻底重塑10年光景，市场彻底颠倒。过去买房要靠抢，甚至需要排队摇号，如今开发商天天打电话推销，中介殷勤推荐新房源。这种转变不仅反映了市场变化，更彻底重塑了人们对房产的认知。房子终究是一种商品，必然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过去20年单边上涨行情，让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房价只会涨不会跌。现在市场给所有人上了一课，没有任何资产能够脱离价值规律。普通家庭的资产困境，对普通家庭而言，房产往往占据家庭资产绝大部分，就是70%甚至是几代人的积蓄。房产难以变现，意味着家庭资产流动性极差，急需用钱时无法及时变现，成为一个棘手的现实问题。这个文章最后说他是面对现实的应对之策，对于想要卖房的业主，首先需要调整心态，放弃卖在最高点的幻想，
能够顺利变现，在当下市场环境中已属不易。定价方面不应与邻居攀比谁挂价更高，而应参考近期实际成交价格，合理定价才能加速成交。最后是需要更多耐心接受现在卖房周期大幅延长的现实。对购房者而言，当前市场提供了更多选择和议价空间，可以从容比较，不必像过去那样盲目抢房。房地产市场变化印证了那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所以我在去年那929新政之后我记得我做的节目里面多次建议要卖房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不要坐地起价，能成交赶紧卖掉，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你不卖你就会后悔而对刚需房来说呢，对吧？咱们也直接说了，除了北京、上海的人，刚需房稍微就是比较矛盾痛苦抉择。这个北京、上海的这个房价可上可下，因为它政策还没出完，毕竟限购还在，对吧？等到你要买吧，说不定明年的价格跌了；你要不买，它明年出个政策，它价格它没跌，它涨了，你也后悔。所以说，北京、上海的刚需房就比较矛盾了，就比较麻烦。其他地方的刚需房就等，就一个字，等到年底再看，越等越有惊喜。我们再看看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这个1818黄金眼它又有个报道说，这个杭州万科一个小区，这个业主把那个墙壁还有天花板敲开发现里面水泥里面没有钢筋。大家看视频宁波海曙区海潮映月小区是2022年交付的，开发商是宁波万堂置业。何大部介绍，6月份女儿在这个小区买了一套次新房，85平米左右，花了200多万。发现上面有这么一条长方形的一条缝，然后呢，我本来想把它弄好，发现呢这条缝把它就是鼓起来了嘛，撬开过之后呢，发现那个钢筋都烂掉了嘛，后来再敲进去发现，中间没有钢筋，这边呢一根、2根、3根、4根、5根，还有6根，这边是6根。1、2、3、4、5、6，这边带掉的，这边也带掉的，这个是你现在焊起来的这个东西。何大伯提供了之前拍摄的照片，长方形四周都有钢筋伸出来，但中间是空的。他们说，是二次浇筑的，2次浇筑呢，这个钢筋没放上去，他们说忘记放了。我叫懂的人来看呢，他说这个钢筋焊上去没用，不在墙体里面了，不在楼板里面了。实际上这样子根本没起作用的，它这个钢筋是只有6毫米的钢筋。我们另外的地方，我们造房子，不管农村里也好，什么哪里也好，造房子都10到12毫米的，是不是偷工减料？这个事情呢，我们还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它这钢筋呢都生锈了。何大伯说，钢筋存在这么多问题，他很担心以后女儿住在这里会有安全隐患。他们过来，他说喜欢哪一个地方敲，我觉得哪一个地方给他敲开了，这个地方到底生不生锈？现在我怀疑这个房子楼板都生锈，你修得好吗？该我修不好的话嘛，你该到赔偿嘛，是不是啊？我们有公司专门的媒体接待人接待你们的。第二天，开发商方面回复记者，经工程师上门查看并符合规范，使用的钢筋规格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符合相关规范。在前期协商沟通的基础上，根据设计院出具的方案实施修复，确保修复质量。交楼板的时候里边的话，钢筋的话是要直径的，他可能当时的话，可能就是工人疏忽了，各方主体呢，其实也都跟他们就明确过了，最终的维修方案要拿给我们看一下的，我们反正会持续跟进的嘛。钢筋生锈的话，实际上的话，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稍微有点生锈了，它是不影响使用的，那不要严重的锈蚀嘛。最终的话，我们这边还是要让那个就是设计这边的话，也给出一个明确的意见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我记得在以前节目咱们说过是吧？那个记者暗访湖南衡阳还是什么地方一个钢材大市场，那个钢筋瘦身对吧？把12毫米的钢筋拉成10毫米、8毫米瘦身，以次充好，对吧？用到建筑工地。咱们说了，那个还算是有良心的，那毕竟你里面还有钢筋只是细了一点，对不对？总好过那些人本来应该放钢筋他不放。我记得有媒体报道过有人在那个水泥板里面，他不仅不放钢筋，他放什么那个竹子、木条，还有放什么绳子的总之那有匪夷所思的做法，你也搞不清他是图啥。这个倒好，对吧？直接审视，钢筋都不放，对吧？有的钢筋那个锈上锈了，锈的越厉害，说明这个钢筋的这个质量有问题它的标号。所以我记得这个毛大庆他不就是万科的前高管吗？对吧？他在一个节目里面说了，2016年以后的房子，还2018年还是2016年，说那个
质量堪忧，他的害怕。为什么？我记得咱们节目介绍过吧，毛大庆自己说的，他真的不给你放钢筋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泰国地震啊，曼谷人家那么多烂尾楼啊，有的烂尾楼烂了30年了，居然地震它都没事，烂尾楼啊没盖好。但是对吧？这个曼谷有个什么国家实际署还是什么政府大楼啊，这在建工程对吧？工人正吭哧在上面干活呢，正在建设呢，居然都给震塌了，你不服不行啊！但是你要一想到啊，万科的建筑质量恐怕在咱们这房企里面还算好的，那你想想吧，细思恐极呀！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